各位好 Candy 啊，咁咧就今個禮拜咧就想同大家咧就分享下環球方面咧嗰個係美元啦，同埋呢個係貿易戰方面咧就最新嘅情況㗎。咁啊想知道咧後市點樣部署嘅話，最緊要睇條片睇到最尾啦。我睇之前最緊要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啦，同埋撳埋隔離個咯，就知道第一手嘅財經資訊同埋股票 tips 啦。好咁啊，就睇翻咧，就環球市場方面咧，就似乎開始咧，就從之前嘅貿易戰裏邊嘅驚慌咧，就係穩定落嚟啦。咁啊，睇翻咧就呢個係美國嘅10年債嘅債息方面咧，都係升翻即係落翻呢個20點子啦。另外咧 VIX 方面咧都落翻去25樓下㗎。咁而嗰個係美股方面嘅表現咧，其實以一週計啊，上個禮拜一週計嘅話咧，道指方面咧都升超過呢個2%㗎。咁另外呢個係標普方面咧就升超過4%啦。納指方面咧就更加升超過6%添。咁啊，一切似乎咧都係開始係穩定落嚟啦。咁但係咧就市場方面咧，仍然都會觀望緊呢個事態嘅發展㗎。因為最主要咧，其實Donald Trump 嘅呢個係即係關稅嘅政策方面，其實就連劈咗3刀咧落去呢個市場裏邊㗎。包括第一就係話咧呢個係美國推出呢個咁誇張嘅關稅嘅政策嘅話咧，好明顯咧就係想改變咗成個世界嘅貿易啦同埋供應鏈嘅秩序㗎，令到市場方面大失預算啦。第二咧就係睇翻呢個係佢對聯儲局尤其是鮑威爾方面咧嗰個獨立性嘅挑戰咧，亦都令到市場方面咧就會有一個係對美元資產嘅擔心㗎。咁啊第三咧就係話對於個美國政府方面嘅政策嘅即係不穩定性啦，因為睇翻咧就似乎特朗普方面嘅政策咧都係一個開天殺價落地還錢啦，同埋一個討價還價嘅情況㗎。咁同埋都係有啲招兵直改嘅 feel 喺度啦。咁所以市場對於美國政府方面咧嗰個政策嘅信任度咧就大為咧就係降低咗啦。咁啊其實就睇翻啦喺嗰個關稅戰4月2號開出第一槍之後嘅話咧，其實美匯指數咧都跌超過4%㗎。咁呢個就反映翻咧就係市場對美元資產上邊咧個不信任嘅投票㗎。咁啊今次源自翻咧就係特朗普方面咧嗰個係要令到美國再工業化啦，同埋美國更加強大啦，同埋去全球化嘅政策所開始㗎。咁就但係你留意啦，要重建翻咧美國嗰個供應鏈咧，相信咧就個時間係非常之長啦。但係咧佢呢個關稅政策同埋政策不明朗嘅因素而導致到咧嗰個係環球經濟出現衰退嘅風險咧就會好快出現㗎。咁所以好明顯就見到咧喺美債啦同埋美股上邊咧就反映翻市場上邊一個擔心喺度嘅。睇翻咧就其實係咪就話去美元化咧係咁容易咧？咁我相信都唔係咁容易嘅，因為咧就自從美國取消金本位制度之後嘅話咧，其實都係靠呢個美元嘅流動性啦，同埋美元資產咧嚟到維繫住世界上邊咧嗰個貿易嘅關係同埋佢哋喺世界上嘅地位㗎。事實上咧，其實而家喺全球咧外匯交易裏邊咧超過80%咧都仍然係美元㗎。另外全世界嘅外債發行啦都係超過70%係美元㗎。咁就算咧外貿中裏邊嘅話咧，都近50%咧都係用美元係報價嘅。咁所以咧你見到其實就世界嘅各個央行方面咧，佢哋嘅外匯儲備咧，其實都近60%咧都係美元㗎。所以美元咧，相信就呢個地位都短期難去替代嘅。咁所以你話佢呢個美元化嘅話咧，其實都唔係話好輕易嘅事嘅。咁但係今次嘅事件嘅話咧，好明顯睇到即係Donald Trump 方面啦，除咗話佢想改變咧世界秩序之外嘅話咧，咁我相信就其實佢都會係睇翻咧嗰個係美國嘅債務問題啦。咁因為自從佢上任之後嘅話咧，其實都睇到咧美國面對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話嗰個債務上邊咧而家已經係佔超過個 GDP 咧係120%㗎，而且咧就繼續係上升緊添。咁而嗰個利息開支方面咧已經佔咗政府收入咧超過20%，又係上升緊嘅。咁所以佢必須咧就係短期之內係要減息嚟到佢咧就係降低呢個債務嘅負擔，所以佢嘅迫使咧就係鮑威爾方面咧就需要一個係減息嘅情況喺度㗎。所以我覺得喺嗰個危機過後之後咧，大家可能就反而要留意翻咧，究竟個息口去向究竟係點樣？咁今個禮拜咧值得留意嘅事件咧就包括美國會公布 GDP 啦，同埋呢個 PCE 啦，另外呢個係即係申領救濟金人數嘅數字啦，咁同埋咧就係呢個非農啊，上咗呢個非農新增職位啊，今個禮拜非農新增職位啊，咁港股相對嚟講係穩定啲啊，相信應該係守住2萬1樓上啦，不過21800個阻力咧仍然都係比較大嘅。